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哦。我俩所在位所喺到台中市新沙区的湿水口海哈，那背后了海呢是湿水口海。那两旁村呢主要係农业作物呢，係你讲的香水的大润发哈，也有香菇，也有了下度太出的用个牛皮纸包起来嘅一排一排嗰种嘅枇杷哈，等等等等，都係高經濟價出嘅農作物啦哈。佢哋都會設了條濕水口海嘅水哦。不過當然到20年嘅鹽水期嘅時間呢，唔單止那種農業用水唔拉用哦。甚至有河巴度呢嗰種嘅淺保育類嘅珍貴嘅台灣柏魚哦，有鬼片嘅死到千嚴重哦，到底乜嘅問題乜嘅原因使呢種魚嘅咧大量嘅死亡？咁講係污染問題嘛？也係講係水唔拉嘅問題哦。為咗解決用嘅水源頭嘅問題呢，那種到台中市嘅水利局吼，要提出那種新沙區柏浪圳嘅節雨水嘅水源利用方案咯。但呢方案呢，在牽兩條線，在解決了較高嘅地區水唔拉用嘅問題呢，同時對嚟那種嘅水呢，牽到呢個現在台中市北屯區嘅太行地區啦哈。不過新沙地區同民意咪講，新沙係台地，但像是柏浪圳嘅水、濕水口嘅水都唔拉用嘅，韓國嘅水係本來就太行地區農民嚟用嘅話，漢擺嗰種水嘅資源、水嘅分配嘅搶嘅情形，係咪越來越嚴重啦？哈，到底呢個問題咪解決呢？像安布亞行業總督嚟到發通中心地位度，堂堂鄉親韓國公部門代表，用把伊嚟商討一種嘅問題，面對了困難，尋取咗解決辦法。開會了！以下節目講條嚟到呢台中市哈新沙區馬里布沙區嘅發通坪嘅面頭前啦哈。你馬里布沙區是呢條下晝看到嘅濕水口海哈，一種嘅南闊咧嘅蔬菜地啦沙區嘅，睇緊大家多地方啦哈。向前20條都係摘枇杷哈，你都係枇杷太出嘅時節，所以20條東無海，按部條嚟錄樣哈。就係你辛苦工作嘅鄉親們吼，大家啱啱大家好。好，今日主要嚟討論呢個濕水口海哈，從那種嘅屍體啊，用嘅問題嚟看到，到底歸到呢新沙台體哈，除咗柏浪圳嘅水源以外呢，有可能嘅水嘅資源分配上有辦法分配到太行體系嘛？韓國嘅呢種污染問題係環保議題，有辦法嚟解決嘛？我長遠下來嘅話，你快按照辛苦嘅精神去保育嘅台灣柏魚啊，屍體要當打賞哈。像今日馬上嚟進行討論，因為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係你柏浪圳沙區營造嗰種嘅邱經輝嘅顧問齊炳乾先生哈。大家晚安。好，稍等歡迎收嘅係台中農田水利會台南工作站嘅站長韋延明韋站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來賓係台中市環保局水質並土壤保護科的科長江明山江科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好。第四個來賓係台中市農業局作物生產科的張鳳生張科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晚安。好，頭話講到濕水口海哈，係你其實佢現在冇水，係透過柏浪圳嘅伏流水哈，然後到南部嘅地方，馬里埔南部嘅地方哈，用伏流水像湧泉嘅方式流出來了哈，所以讓一條濕水口海哈。像到底問題幾複雜，要用幾難了解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你係發生到今年3月初，喺台中重要水源地之一新沙濕水口源頭南闊太陽魚400個情形。前期2日無限定清理水面嘅事物，同時輻射嘅河壩水當秋天，呼勸居民盡快熱。有時候哈，我就帶孫子來這邊南機橋這邊哈散步這樣子，在忽然間呢看到這個整條這個南湖溪啊，這狗啊呢，魚啊呢，安尼死啊呢，足嚴重嘅，所以講我哋要咧促進生情就對啦，像較早囡仔嘅時迄款嘅時啊，像講即嘛水若清清嘅時安尼。安尼那魚啊，就足濟安尼小魚有水安尼哈。上個年來，特別到了枯水期，南區那片攏會出現安尼本然唔攀地嘅情況，到底係乜嘅原因？因為最近吼，這耕種環境的改變吼，加這個時代進步吼，這個
了后，这个污染源啊，规拢大起来，啊，有的水的时阵吼，拢会走到下骹去啊，啊，所以讲到枯水期以后，这个水位啊，吼，都一直往下降，然后跟着污染源又大，啊，三星就讲这个污染的问题拢总造出来。除了污染源以及损害之外，附近农民为了灌溉，像溪水口嘅河坝水，造成枯水期那度，水况污染浓度升高，自然生态就失去平衡。水井这个地方啊，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水源，光靠这个地方用自己花很大的本钱，用抽起的方式啊，把这个水源往上抽。你莫看，不要看它小小一根哦，它一下子有好几百根的那个抽水往上抽的话，自然而然形成这个水位就会往下降，它就形成这个水源就缺少啊，然后这个鱼啊，因为水源不够，含氧量不高，它就有一种暴毙的现象啊。因为人类嘅工作，因为农作生产嘅偏离，造成河坝水含氧量无啦。先前受到伤害嘅系河坝底部嘅无辜嘅鱼。按多年来，当地居民同环保团体拢有想办法解决，无奈何无整体规划，将会当然枯水期，拢会发生死灭嘅现象。台湾新闻样片看到个鱼的死了几称的哦，你记者有问啦，当地民众讲，大概死掉的鱼捞一捞有1000多斤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数量，而且不是今年哦，大概每一年大概2、3月枯水期都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不只牵涉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还有这个生态。因为保育的这种台湾白鱼也死掉了所以不仅是生态的问题，它其实也牵涉到说整个产业要发展的时候，农业要用掉大量的水，那还有就其他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水还可以用到大坑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水科溪涉水口海的主要嘅只资料来看到石水科溪全长它有15公里条讲到其迄白冷菌的渗透的水到地下变浮流水，在马利浦南附个地方涌出来所以像涌泉一样所以是一个浮流水造成的石水科溪到2003年的时间呢，台中市政府是公告封溪护鱼所以护鱼也已经有超过10年，当然在2012年已经没有护鱼，因为这个可能乡亲觉得说，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下去的话，那再继续护鱼其实意义也不大。那所以就到2012年的时候就封溪就解禁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整个石水科溪流过我们新社、中正中正，然后新社村、昆山村、大南村这边，南附就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带到南附彭顺的乡亲然后再讲一下，做嘛该的会死到按严重，当年都发生。David 太高，发现到这种状况，我们都有到上级去报告，结果他们只是治标不治本。治标的方法是什么？你觉得？就是把那个水多放一点。因为现在是枯水期嘛，水变少了，然后污染源的浓度就降高、升高，所以引一些干净的水，让这个污染的浓度降低就对了。对。所以你觉得是治标的方法，不治本？就是治本不治本。好，那你有建议吗？我建议就是把那个水可以多一点移过来这边。白冷菌的水拨多一点过来到石水科溪。如果那个水沟有问题，我们再以上级有相关单位把那个水沟再重建，或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还有哪一位？详情好，这位大哥。你海污染源讲上来嘛一览过了，你很多就一多了，当然啦，民生问题你民生问题的污染源民生用水污染，还有你看呢，香菇叶我们不是指责它，是，因为香菇在我们新社乡是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年产量还是好几个10亿的。跟老种香菇有关系咯？种香菇的原因为伊该做香菇包的，香菇包该处理那个菌丝该款的香菇蟹要脱那个 pH 嘛该水出来有污染源，上游含有该款的宿主的了嘛，一条哪去嘞？伊讲伊嘛有执照的，那么有执照我们错污染源是嘛一问题，你嘛讲伊该款的业者会形成污染源但说起来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愿意的因为这种有污染源的问题我希望政府相关单位来协助他
帮忙把这个污染源把它解决掉。好，哦，好啊，因为我们政府的存在意义就是说帮百姓做一些他解决这些问题，农民的问题，还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啦。好，感罗赖两位太狗哈，好想问题我们先请教我们的江科长哈，因为知道还有3位乡亲要发言，但是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张科长哈。好，那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那个江科长，就是说，其实3月1号这一次3月1号发生鱼群暴毙之后，其实民众举报之后，3月5号。环保局这方面就跟当地的一些乡亲在区公所已经有开会过了，当时候也提出有4项决议哦。那现在经过1个月的时间了，你们有没有去抽测那个水，到底那个水的污染源是民生废水呢，还是这个种香菇的太空包处理不当的问题，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枯水期容氧量降低造成鱼群暴毙吗？我相信请这个江科长先回答一下好吗？那我现在跟各位乡亲跟主持人做报告说，生物要维持生活。阳光、空气、水是一定大家都需要的。哦，那我们那一天的水质检测结果很不幸啊。那一天的水流是停滞的，水不够。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空气，人在我们地表上要呼吸的是要空气中的空气、氧气，水里面的鱼要呼吸的是水里面的溶氧。容氧量不够，容氧量不够。那我们去验那天容氧量值大概是0.5个单位。那我们一般维持鱼不要死掉。的至少要2个单位以上，那正常河川大概都4以上啊。所以是河川容氧量枯水期造成的问题，不是污染源造成的问题。就其他的，包括说我们其他有可能发生时，人家会想说，是不是有毒性物质啊？对，这些物质我们都验过，但最大的先决条件是在它容氧完全不够。所以最大的问题反倒是这个容氧量不足的问题，所以没有这个什么香菇太空包或民生废水排入这些相关问题。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水不流动。我说的水不流动是干净的水没有进来，干净的水源可以把干净包含溶氧的水流进来，可以补充水中溶氧。但是你现在流进来的只有一般的家庭废水，或者说你可以说的是农业废水都可以。这些东西流进来，它本身就不带有氧量。那些东西停滞在那一个水沟里面，它就只会慢慢的把这些氧气消耗掉。好，那我不知道说这个环保局这边的回答。乡亲觉得说，是不是真的能够说服你们？还是说你们有对于这个南府该片的涉水口还有意见想卡数来个太讲？我看2、3摆个水都总下无水以外啊，无水以外，总下个垃圾水以外啊，买现看到总下很近4片安尼啊。好，来太讲这个两位太讲的说法跟我们这个江科长有点蛮类同啊。这位大哥，江科长在讲。食水科技，我们现在滥捕这片含氧量太少。问题不是含氧量太少之后，我们就怪含氧量太少，我们要找出原因嘛。含氧量为什么会太少？就是我们这是枯水期啊。对啊，这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嘛。为什么含氧量太少？第一个可能是周围排进来的水，它可能是家庭用水，或者是养殖的养猪的废水，然后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香菇屑的问题的废水，这些问题是我们政府要去处理的，要把污染源解决掉。不是跟我们乡亲说这是因为含氧量太少，所以鱼会死掉。这个乡亲他当然知道含氧量太少，鱼会死掉。问题是我们政府你要积极去处理。那天我在我们蔡成规议员的时候有开个协调会的时候，我在问我们那个环保局的不知道科长还是谁，我说我们上游有一个养猪的，为什么？检举那么多也是恶臭，也是直接水排进去食水科技里面，为什么它还能生存？他跟我回答说，他没有超过200条，那没有超过200条，199条就是可以直接排进去了。这个也是政府要去面对的问题嘛。你不能每次在水源区旁边养猪本来就不行了嘛，你这样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门槛的限制反而是开了一个后门就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执政单位实在是要很正视这个问题啦。好，我来个泰国，还有两个欣赏。我们小的时候都来这里游泳啊。以前小的时候都来这里光拍棒球啦，因为今天光拍棒球。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当然啦，是大环境的改变也是有关系的。到底那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当然你的那个江科长说含氧量不够，那为什么是会造成含氧量不够？这个原因要找出来。所以你觉得污染源没有解决就对了。好，
就是起堆嘛哈，上游已经有猪舍嘛，好，再来就是我们新社哦，生产香菇嘛，有这个太空包，太空包内对迄个技术有迄根嘛，哦有迄根的问题嘛，当然吼，等下迄个咱的张科长吼，迄个爱辅导专业者如何去把这些废水把它稀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处理太空包业者要把这个废水先处理好之后，才能够放流到石水科溪，才可以放出来。好，你哪个研制出来哈？哇，你讲啦，你再什么再多的水都还是什么含氧量。好，那议员这样子，下午我们也去石水科溪浪昆那边看过哈。其实，在3月5号，你们开了协调会，你们就有个决议嘛，哈，4个决议。第一个是说要设立告示牌，把检举电话列上去。对。经过1个月了，告示牌还没有做出来，那议员你满意吗？不满意，江科长。那怎么办？你要不要赶快把这个检举告示牌1个月都还没有做出来？在环保局，台中市政府就是应付式的，不能这样。你们1个月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好，那我们让江科长回答一下，就说是不是有？这个发包的工程流程，还有不是只有那一点哦，有4个决议哦。好。针对咱4月份的那个的决议，我们设立告示牌，我们大概有去找过社区发展协会这边找了9个点呐。那9个点的一个设计上的那个看板的格式，我们大概事实上也是都规划出来。民众可以洽询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找了9个点。那我们这个所以是要在9个点设置，现在去发包去制作这个看板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设立？我们大概在2个礼拜内会把它设置完成。等于说4月下旬就可以设立好。好，可是，在水源地养猪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几只的问题吧？水源地本来就不能养猪啊。如果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不是用法规强制可以做的话，可能我们跟养猪的牧力事业主管来看看有没有用辅导的方式来做。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水量，如果还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改善，下水道没有办法接管处理，或者说香菇包还要做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改善它的水质状况，是吧？最短的时间治标的方法，就算是治标好了，找它有替代能够把氧气、新鲜氧气带进来的水，就白冷菌的水还是最重要的，透过马利普支线还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好，这个太空包的这个。废包的处理啊，虽然说这个废包处理过可以变成有机肥料，可是在处理过程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或者说这个养猪户的这个问题啊，那是不是农业科这边可以先给我们做一个回应？谢谢。事实上，太空包它本身刚才也有几个人讲到，它主要一个污染源就是它本身含有植物碱。并不是说它含有毒性的，就是植物碱的部分。植物碱。那太空包整个产业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新社乡这几年是发展的太快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事实上感谢这些太空包的这些处理厂了。是。虽然他目前没有去申请一个真正的一个。还有几家没有申请真正的一个合法场地哈，对，但是它不是什么违法，它只是没有去申请容许使用，它本身也是在做农业的一个使用，所以它就可以补申请容许使用就可以了啦。但是可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它会有遇到一些可能法令上的问题，还是它场地的问题，这一部分。我们会跟配合环保局来了解，事实上它真正的排水，对啊，只有是不是有真正，不是50家，是不是真正有去影响到？要了解它的水是不是排放出来，是不是真正的跟这个污染有相对的一个因果关系啊？如果没有检测出来，把整个责任说灌到他们身上去，事实上也有点太过了哈。像这种太空包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去想其他的处理方式啦，甚至我们也请工研院来这边做一些研究。说能够太空包能处理做燃料，因为太空包它会包它含水量太高，它光是要把这个含水量降低到50%底下哈，他说你会花费的成本比买一包新的那种成本还更多了，所以工研院这边把这个计划也放弃了。那我想我们后续会跟改良厂跟我们的农业试验所这边哈。尽快来请他们来做一个研究，说这个直接施到田里面哈，是不是对我们的农田的一些土壤改良哦，是不是有更有直接的有比较好的？一般是要经过花下再处理的。对。所以说，如果直接施用是不是可以？我们要请改良厂跟我们试验单位来做试验哈，直接把我们太空包直接往外移，不要堆积在这边哈，减少它在这边的量。那可能这种排放的废水的情形会减少了，它整个进程，我想我们会跟环保局配合一起来努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徐秉谦徐顾问，就是说，
你对于环保局也好，或者农业局也好，刚刚前面的回应，您觉得满意吗？或者说您这样长期在地区做社区工作，你觉得说还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什么样的盲点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在整个白冷郡水流域所有的聚落里头呢，就是马立埔这个社区呢，是最环境卫生最危险的一个村庄，因为中心林园区的这个废水以及新阿村的废水包括马立埔自己的这个村庄的这个废水全部汇集在我们这个lâm库这边嘛所以呢，这个到了枯水期呢，它的鱼不只是鱼类死掉了，对，人居住在这个聚落里头，很环境卫生多的专家学者一再的跟白冷郡协会来警告说，这个社区对这个社区的居住环境，大家要注意因为万一呢传染病或是什么这个病发生的话，其实是很麻烦的这一点我特别的强调一下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台中县市合并以后呢，台中县当时规划的污水处理，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污水处理这个地方呢，污水处理的问题呢，要处理后才可以放流到石水科溪这个部分呢，因为台中县市合并后呢，这个后续的这个工作就没有继续再推动这样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因为这次的事情发生后，坦白讲的，台中市政府各单位是非常的积极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啦。但是呢，今年的态度有变积极，对。但是呢，我坦白讲一句话了假如整个白冷郡的水源运用没办法解决的话，这个问题是永远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了谢谢各位。好，那刚刚我们的徐秉谦徐理事长、徐顾问有讲，就是说，其实国家行沙个水权水的运用其实是很重要。我先问一下我们的大南工作站的韦站长，就是说，其实，在鱼群大量暴毙的时候，就是有先引白冷郡的水先来稀释一下石水科溪的水吧那这样引水过来会引水过来到石水科溪，会影响我们白冷郡正常的在新社台地的灌溉的用水量吗？那你觉得说石水科溪南富这边的问题，它真的要解决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南库这个地方是白冷郡灌溉我们大南台地，渗漏到地下，然后汇集到南库这个地方所涌出来的浮流水。因为这个浮流水呢，被自来水公司挖井抽去当民生用水，所以石水科溪也是大台中地区自来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新社区唯一的水源区，新社区民生用水，自来水公司在马立埔这边挖一口深井，把这个浮流水抽起来当民生用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水井气氛，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所以他们没有水，然后整个水井跟气氛的农友就从石水科溪这边挖井，把这个浮流水抽到水井跟气氛这个地方，所以造成石水科溪浮流水减少最主要的原因。而且这次鱼群会暴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浮流水减少，污染源污染的水进来，所以造成这个氧不够，鱼群才会暴毙。是，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的话，要治本，就是把白冷郡地面水利用加压，把它送到水井跟气氛。让水井跟气氛那边不要有地面水送到水井跟气氛，他们有水可以使用，就不用抽浮流水，他们就不用来这边抽水，这边的浮流水就不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这是唯一治本的办法。南富在这边，好，南富在这个地方，那水井在这里，气氛在这里，那他们就是把这边的这个浮流水抽走了，所以呢才会造成说这个石水科溪的水呢就变少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徐理事长，就是说，刚刚我们韦站长讲的，就是说，把白冷菌的地面水供给到水井、七份这些地方来，让他们不要再去抽浮流水，是一个治本的办法吗？这应该是一个最主要治本的办法。这以前呢，台中县政府后来合并后，台中市政府都有这个规划。但是呢，这个规划呢，也送到这个中央政府去了哈。是。现在应该是卡着台中市政府认为说地方这个意见还没整合好，他们台中市政府也没有在积极在推动了。是。坦白讲的了哈，每一个公共事务是需要大家乡亲共同的努力的。当然是政府有政府的这个考量嘛哈。所以这个经费也蛮庞大的了哈。再来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这个灌溉水权呐哈。就是白冷菌的水权，到105年呢，它已经届满哦，还有重新展延，还重新再申请。如果这些工程都不让政府去做的话，那白冷菌的这个灌溉面积，登记的灌溉面积剩下原来的800公顷，那800公顷依据这条水圳，依据这个灌溉面积以及世界容量标准的这个用水标准的话，算下来，我们的水权剩下0.7，剩下0.7 CMS。等于是差不多1/4的水源了哈。是。如果105年，105年水权被删减以后，我们今天 ROMC 的这个问题又那么严重，那未来这个新社怎么再生存下去？我想这是我们大家乡亲呢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了哈。好，谢谢。好，谢谢。那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讨论的重点讲出来了哈。其实两问题呢，都线沙天气呢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哈，因为都在两问题要慢慢来解决哈，还来跨区域的跨区的整合哈来解决哈。像你先去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中央村民台北节目现场啊，上一台你讲到了种的湿水库还难付了地方的5个大量死亡，我其实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含迄几只新沙台体水资源，还有水权运用嘅只相关的议题啦哈。你讲几只新沙台体呢，它是一个大甲河的河接台地，所以其迄栋欠水的哈。日本所有时间看到了大体力案后咧，设立咗蔗苗改良场哈，提供全台湾那种甘蔗苗的种啦哈，所以让起一条柏浪圳哈。柏浪圳呢，其迄民国迄时嘅1932年同水，都已经82年了哈，都今年系82年了呢。伊几条水路呢，从迄个柏浪圳起点，迄到富平乡那岛诶哈，是用这个天伦发电厂的尾水这边。好，这边有个进水口，一路跳到你的岛外哈，天等太个河的澎水来行到柏浪圳终点，迄你个就在新武村这附近这边了哈，都已经醒沙了地方乱。所以，那目前呢有一个问题是说，白冷菌它的产权呢是属于水利署，是属于中央的水利署，那管辖权呢是属于台中农田水利会来管辖哈。所以这个产权所有的跟管辖这边就有2个不一样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徐顾问，就是说，白冷菌因为产权跟管辖是分属2个不同的单位，会造成您刚刚讲的，就是说，整个白冷菌的水资源运用或者水权的这些分配申请上面会造成困扰吗？双头马车会造成困扰吗？还是说其实不是，1+1等于2，力量更大？其实这样啦，因为台中农田水利会是比较有经费的哈，那它在代管的好处就是说，它不用像一般行政单位说这个灾害要等发包啦这些这个限制，它就台中农田水利会它就遇到灾害就马上发包马上做，虽然是它是代管而已，但是它是
农委会有补助经费给这个台中农田水利会嘛，1年4000万嘛。补助没有那么多了。补助没那么多哈。补助是依照面积就是大约800公顷下去计算的了，差不多应该是600万左右而已了所以台中农田水利会把整个辖区的这个补助的这个经费呢，它统筹来运用，所以呢，对新社来讲就是说这个水利会代管呢是比一般行政单位代管比较有好处啦，因为它能紧急这个抢修所有的这个经费呢，不用像政府机构要这个发包的这个过程这样。唐太你市府们的讲法，以后是提供其实水权咧产权，变成你管理权，本可能呢并无影响拍人村的一个种国家整体的管理啦哈。增复发也非常多，而且在921之后把这条白冷郡给修复了。其实最大通水量还到2.589CMS， 原本只有地震前可能已经这个郡路年久失修就1.2左右的 CMS， 所以说其实白冷郡经过地震之后呢，政府花了大力气去修整它，当然也希望说它的效益能够扩大。怎么样扩大呢？白冷郡的结雨水有没有可能让新社、马利埔一山之隔的原本是台中市北屯区的大坑地区，也能够有水可用呢？其实你给我呢，都民国93年的时间，当时的台中市政府是已经提出来，所以你讨论都地方上已经10年了，不过10年期间并无能去强太强势了哈。不过你哈涉水口还问题更来更严重，所以要试着讲，你要跟整个大台中地区的这个白冷郡节雨水规划案呢，现在看起来就必须要在105年之前要来解决了，不解决的话，可能整个白冷郡的水权就没有办法回到2.589 CMS。好，拍冷村的节雨水呢，它会分作 A 干线跟 B 干线。好，其中 A 干线呢是从你拍冷村新设的昆山跟二平地区农业面积是615公顷，需水量是0.36 CMS 等于说每秒大概有0.36立方公尺的水。好，这样的一个量。那 B 干线呢，就是到大坑地区。那大坑地区呢，它其实就以前是台中市北屯区的大坑的山区了哈。那以前这边呢是台中县新社乡，就县市分家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边主要是柑橘啦、麻竹笋，农业面积也有655公顷。那规划的需水量是0.3 CMS 哈。那现在从93年台中市政府提出节雨水的综合运用案之后呢，到现在10年来，我想先请教一下韦站长，这个案子到底可行不可行？如果以白冷郡灌区内的面积去申请的话，现在能够核准的水量是0.7 CMS， 可以说是现在水量的1/3，因为台中水利会以及白冷郡社区水流域总促进会意识到，如果白冷郡的水权剩下1/3的话，从和平区白冷引水进来，在导水路16.6公里的这段期间呢，走到我们的终点可能就没有水了。所以我们乡民呢我们的乡亲呢意识到这个水源被删减对我们造成冲击非常大，所以经过我们乡亲水利会还有促进会各方的积极努力奔走，能够维持现在2.589 CMS 的水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大坑地区以及昆山、二平以及白冷郡周边区域外的这些面积，全部把它纳进来。就是说，如果说新社地区的乡亲还想拥有白冷郡2.589 CMS 这样的需水量的话，就必须要扩大灌区。对。那主要刚刚讲到我们的徐顾问讲说，105年这个期限点就要到，是在于这一章。好，当时候在民国101年6月25号，当时候经济部长施延祥，他应这个台中农田水利会的这个核准水权年限了哈，是从101年1月1号到105年12月31号。那
这边上面讲说是0.259 CMS， 但是它的灌溉的果树面积就4700多公顷，那其实也就包含了这整个新社地区哦。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维持这样一个量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整个用水就产生问题。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量，在105年之后还可以维持2.589这样的 CMS 的用水量呢，那对不起，就要包含 B 干线计划，没有的话就不给这么多水。好，所以那现在新社乡亲就要面临一个选择：我的水到底够不够用？到底够不够分给大坑地区的用？如果政府已经告诉我，如果没有 B 干线，我就不给你2.589，怎么办？好，那乡亲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好，有什么样的意见？好，疑虑，好，请举手，这位大哥。在从921地震以后，白岭镇重建水利署的官员一直强调，新设的水源2.589 CBS 不能增加。那时候当初在重建要求要增加放到大坑去，为什么水利署的人员一直强调说这个水权只是新社乡的？为什么没有包括大台中市？因为台中市的水权要另外台中市去申请。水利署的坚持是这样的，2.589 CBS 就是新社区的水源，它因为它涵盖的农业面积很大，台中市新社区的总面积68.8平方公里，要用的水源只有白冷镇一条水源。所以等于说，白冷郡不只提供新社的灌溉用水，其实连民生用水也在里面就对了。因为这个民生用水现在是自来水公司在抽嘛，在池水科溪抽嘛，对嘛？那个我不予置评啊，他能抽多少我不知道嘛。这个问题就新社的池水科溪的水是白冷郡的浮流水。白冷郡的水，因为目前它的管线在中心林那要过马利埔社区，这个管线可能不大通吧，因为可能做马路了以后把水沟一直转移吧，所以这边水当然不够用嘛。好，那这位乡亲，原本的2589立方公尺这个水权灌溉本来是784公顷，现在要增加到4736，你们想这样够吗？本来是一个人等于增加了6倍，它的出水口嘛无较低啊。好，所以大哥，你的意思是说，原本的2.589只有700多公顷，那现在要扩大到4700多公顷，其实多了10倍，还是一样水？多了6倍了。多了6倍，所以你觉得水会不够用？对啊。好，那您还有哪个疑虑？好，这边这位大哥。我们为什么积极要去争取到这个白冷郡的水？因为白冷郡的水它源头在大甲溪，这个大甲溪的水干净的，那大坑溪的水不干净吗？的确不太干净。大坑溪的水是浮流水，是哪里来的浮流水？其实不干净的原因有很多，来自于很多的污染源，包括我们的家庭废水。那我们要把我们的产业升级，把我们的农产品提升品质，需不需要干净的水源呢？需要。那我们寄望非常久，殷期盼我们大甲溪的水呢能够引流到我们大坑，让我们这个大坑的柑橘还有我们的这个麻竹笋这个品质能够提升，那个造福我们的消费者。好，谢谢谢大哥，谢谢谢大哥。好，这位乡亲。阮大坑要争取这缸水落大坑，是要安怎用，要安怎引落，这点相信咱真侪来宾咱真侪咱这个乡亲拢无了解。第一，阮要落去大坑，就是用引水用用蓄水池的方式，因为个大坑就是落去阮的大坑零线制高点做蓄水池，做存水一个等个枯水期时才摕来用。所以我嘛希望讲，咱这个雨水，什么叫雨水？就是咱即摆一年通天拢即落雨，相信咱大家拢做农的，咱嘛了解，真侪咱这个农民咱落雨天都拢总毋免灌溉相信落雨天白冷圳即缸水嘛是共款落来，所以在这个恁无即用水的这段时间，互阮摕大坑，阮甲储存起来，后摆等甲若空完时，会当摕来用，这种安尼，阮的用意就是遮尔尔。好，谢谢这2位蓄水区大坑来的乡亲，还有2位乡亲有意见的。好，这位大姐。其实
我们这里来讲哈，刚刚那个那个鱼会死掉啊哈，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水没有下来嘛哈，然后我们这里水不够嘛。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赶快提起的时阵啊，你用迄讲啊，你用啊这讲甲遐好听啊吼，等到那人啊这我们剩余的水吼，迄人啊这无要用啊这算讲多余的水的时候，你要甲阮提，讲得较歹听咧，你对个路头就甲阮挡掉去啊，阮后壁即马都已经无水啊。你即马要搁甲阮提水，你惊讲阮遮的水啊吼，迄鱼啊无死的时阵啊吼，遮拢水足济的时阵，啊你甲阮分一挂吼，那大家没话说。好，谢谢这位大姐，谢谢。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韦站长，就是说到底这个节雨水真的是节雨水吗？还是说事实上是规划上面跟实际的这个使用量上有落差呢？所谓的这个节雨水呢，就是如果以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用鱼的水，用剩下的用村内水啦哈。因为白冷郡在申请水权的时候，它是核定的。现在如果我们不去争取的话，它核定是0.7而已。不是2.589吗？刚刚那样施延祥施部长，是我们经过我们去争取，农田水利会去争取，对，才能保住2.589。可是只有5年期限。对，5年还要再重新申请，因为各位乡亲所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水不够，要解决难困，这个治本的方法就是把白冷郡的地面水把它提供到水井气分。对。他们就不必到湿水科溪来抽水，抽浮流水。对，所以湿水科溪的水就会源源不断，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是。至于说水够或不够，我们心里最清楚。那乡亲对于刚刚我们站长解说，有没有觉得比较有信心一点？有没有两位乡亲要举手发言的？好，后面那位大哥。什么叫节雨水？节雨水，如果你从上游就截流走了，那不算节雨水啊。节雨水就是说从上游到最后面下游，那才算节雨水。那以浪苦来讲，鱼暴毙，就是因为没有水没有下来嘛，水不够嘛，所以它的氧气不够，鱼才会暴毙嘛。那节雨水，我认为就是说，从上游流到下游，剩下的那才叫节雨水。所以不是说白天这个尖峰，晚上离峰这样节雨水的概念。那你们是说要引到大坑来讲，从上游截流走，那不算节雨水。那我们现在我们乡亲不是说反对说这水不能给大坑用，要可以从下游那边引水过去，我们也没有意见。哦，不能够在这边，你们觉得这边是水源头的地方，就把这个水截流走了以后呢，那是不是这不是算节雨水啊？好，那大哥意见谢谢。我看这边有个乡亲嘿，我来补充一下刚才我们那个韦站长哈，以前咱会使讲像我这个时代，暗时拢去过水来饮水啦，啊，即摆咱现部拢政治以后，时时节节暗时都一个在用水，都一个去过，所以讲利用这个节雨水，就是讲咱若是二起头伫咱遮底用，暗时有种的水，这来互大坑使用，这嘛是算讲这分配吼。嘛，袂使讲做吝啬啊！事实上讲，你讲无够，普通时咱韦站长每一日伫这个出水量出来，拢有记录有登记，所以讲当时停水，当时风台无水，拢总有。啊，咱普通咱乡亲以前连我共款，暗时约到园区了去啉水，即摆多一个有遐久来讲去提水，所以这个水利用离峰时间，这就算是这节雨水，应当是讲会使互分配互大家使用。谢谢。谢谢。那韦站长，这个 B 干线取水点到底是水源头还是那个水尾？我一直强调的，今天我们平常从白冷郡进水口引进来的水量差不多1.8 CMS。整年1.8就足提供给我们整个新社地区来用。我们还有多少？我们还有0.75没有拿进来。所以如果这个案子，这 A 干线、B 干线加起来是0.66。对，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成功了以后，
我进水口把2.5 cms 水全部拿进来，其中他们的0.36、0.35、0.3拨给他们，我们的水还是维持我们要用的水，足够的水。好，所以其实不是在水源头或者说末端才字面上来解释这个决议水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我不讲说我们水权的问题，我是说以水利会管理白冷郡的能力，可以利用晚上离峰的水，把它注入调整池，让其他这3个地方来使用。好，那我想韦站长也是基于，因为产权是在水利署那边，水利署现在给农田水利会2.589 cms， 直到105年12月31号，这是一个落日条款。105年12月31号马上就要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徐顾问，你怎么样看这样子一个事件？他其实如果要提出一样是维持2.589话，要在105年9月30号到11月28号之间就要申请展延嘛？各位乡亲哈，这个问题其实哈，我坦白跟各位讲一句话了，2.589 cms 扣掉我们现在800公顷的0.7 cms， 那就是决议水了。水利署的认定，就是这样了。产权单位水利署的认定就是这样子。水利署现在的认定是这样。假如了哈，乡亲对这个案子有疑虑的话，我是建议了哈，先把水了哈，因为我们今天马立埔社区这个深水这个泉水都被水井抽走了嘛，造成了我们这个马立埔这个社区这个lâm坤没有水的问题嘛。我的建议了哈，也是希望解决的办法，就是说把水井昆山这条管路先把它做好，送到那边去。我们乡亲认为还有水，我们才再给大坑用，这是一个最美好的这个办法。那我不知道乡亲对于这样还没有什么样意见？好，这位大姐。在咱新社乡所种香菇的，甲这个做事人，大家拢足侪人去乌菇井，用过这个井仔水来喷射咱这个做农的，这是第一点。较早的时阵，种菜头、种面豆，拢是着爱靠咱白冷圳的水。即马呢，这个社会来，大家拢总家己乌古井水，就是讲这个古井水减用着咱白冷圳水是减用足济，所以讲这个水，咱有较多偌济，互因大坑用，恁得爱大家相当考虑。大姐觉得说，对。新社乡民还是很广泛的用井水、地下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用水的黑数，没有被计算到啊。好，还有2位乡亲，好，这位乡亲还有意见。我要请教那个张科长，你说我们在水源从评估的时候只是昆山2坪那一些地区，我们现在请问你，我们这边的山头、五村、四村、庆溪村、中和村这些的农地要不要灌溉水？为什么这边的水权没有把它纳入大坑？新社的总面积是68.8平方公里，它的农业产面积是多少？我请教张科长一下。好，谢谢。好，那我想我们也把问题请教来宾，也要请来宾做一个总结。然后，像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韦站长，就是说，其实乡亲觉得整个新社的农业用水或者是民生用水存在一个很大的黑数，就是说，其实很多是抽井水的。那井水的用量到底有没有被估算进去？万一有一天这个井水不够的时候，那就要用到白冷郡的水。那白冷郡还有办法有结余水给大坑用吗？哈，这个问题是不是先跟大家回应一下？因为我们地震之后，白冷郡在重建的时候，为了要维持我们整个新社地区的地下水，所以我们白冷郡的水到终点以后，各支线
就是用生态工法，等于这个菌底，多铺卵石，让白冷菌的水可以渗漏到地下去。所以现在像渗透到地下，就像地下水库一样，把水涵养起来。对，所以刚才我们的前代表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用井水，其实也是白冷菌的一环。是白冷菌透过这个渗透到地下水，所以其实还是源头还是来自于白冷菌的水。所以这个不是黑数。不是，其实我拄只一开始的时，我就甲各位报告，最主要的原因，咱南区遮的水，伊是泉水，是河流水，唔是白冷圳的水。这点我甲各位乡亲说明和了解。南区的水是泉水，白冷圳的水并无到南区来。今仔日南区水的减少，就是水井7/7平抽起，地下水抽掉，所以讲南区的水源会减少。今仔日所有大家的误解，因为你南区无水，就要叫白冷圳放水。白冷圳的任务是爱白冷圳的灌区内农友的农田灌溉用水，伊的目的毋是直接放水放来南区，伊的系统毋是安尼，它这个系统不一样。所以讲，我直接爱甲乡亲说明和了解。那问题我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处这边了哈，到底我们这马利埔支线这个地区，算不算是我们农业生产里面归白冷菌的灌溉区域？当初算的这个2.589 CMS 的展验，这是从101年到105年的里面，有没有把这个区域马利埔这个区域算进去？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农田水利会它的灌区范围我不晓得它是灌区范围是本来水利署那边就已经跟他们已经有规定，他们灌区是到什么地方，它只是他们的灌区，然后再加上这2个地方去申请的。原来的灌区是到哪边？这个要请教我们农田水利会这边。在环保局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您会带回局里面去做什么样实质的这些改善的动作？我想，如果今天乡亲这样子反映，我觉得大概都是在水源没有充分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会依照当初我们的会议的决议设置告示牌。那我们也会请我们就近的一个稽查大队，一有发现民众反映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立刻来现场了解状况。如果有违规排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严格的去做取缔。不过这边我还是要语重心长，要维持这个南区的水资源的生态鱼类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况，一定还是要有充分的水源，水有流才会有活动。好，那最后问题我请教徐顾问，水是资源了哈，所以它一定是有限的。它整归在我们新社地区产业结构也改变了哈，不管是农业也好，休闲观光产业也好，其实都大量蓬勃的发展。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徐顾问您站在长期在地上做社区工作，您的建议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解决白冷菌的问题，以及食水科技生态保育的问题，并不是说大家用什么个人的这个想法去处理，因为很多要尊重专业啦，要尊重专业，因为水权在分配的时候，它是依据你这条水圳灌溉多少面积，你的那个灌溉面积里头是种什么作物，依据世界农粮标准来算出这个水权给我们的。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大家再继续吵下去的话，水井一样是抽那个任库的水上去，这边的生态也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一再的希望乡亲我们大家坐下来慢慢的考量，是不是说水井这条先给它送上去，我们就解决我们任库目前的生态保育的问题。也协会不管什么时候在关心的这个马利埔社区的生活环境品质嘛，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要有这个共识。假如是没有这个共识，再继续吵下去的话，明年高春的时阵鱼也继续死了嘛，对不对？
水也是水井一直抽上去嘛，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解决掉，这个先处理好。乡亲认为没问题的，白冷郡有能力再供应给大坑，那也请大坑忍耐一下哦。如果新社的居民都疑虑都解决了，我们大坑再继续送水去给大坑，这样不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不用说您讲的拢无事，刚才我讲的对，大家都不用再争吵嘛，对不对？像村民台飞今日落在那边讨论两问题，从5个事体。讨论到实际上，令个拍人尊个水权、山权的管理，像有机非法，希望邀请到中央的水利署并台中市的水利局、水利规划单位来讨论讲，到底新沙并太行地区需要几多用水？用水因为更上位的单位来做整体的综合的评估、有效的调配、有效能的管理。有效能的管理这些有限的水资源，还希望了喺未来，他敢面对嘅日东严肃嘅课题。那感谢参加今日村民台飞，送大家支持努力，谢谢各位乡亲。